各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9月2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昨暝第55届金钟奖的颁奖结果，影帝甲影后分别是由华语连续剧《镜子森林》的姚舜尧甲常建年的歌家演得奖。前一阵真侪人咧骂连续剧常建年，拢总是摕到4项大奖。不过2020年，有真侪演艺界的优秀艺人甲工作人员过身。昨日典礼内底嘛播送追思影片，现场是真侪人看甲目屎干目镜。最佳男主角，《镜子森林》姚淳耀。第55届金钟奖昨暗伫国父纪念馆举行，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由《镜子森林》第1摆入围的姚舜耀拍败张浩全、柯光汉、庄凯芬甲蔡昌汉，摕到最佳男主角。在我低潮的时候，在我觉得无以为继的时候，在我觉得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想一遍我的感想，然后我会跟自己说，拜托你再好好努力，让我有一天可以站在台上，感谢我想要感谢的人。讨论度真悬的常建年总共入围6个奖项，有戏剧节目女主角编剧甲节目创新奖4个奖项，比外界叫做死亡之组的最佳女主角由歌家演拍败杨金华甲田心才强调，隔4年2度封休。我觉得2020发生了很多事情，希望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多分享给身边的人。戏剧节目男配角奖由国际摇摆社马里奥摕到，戏剧节目女配角奖由是最的蔡淑菁得到第4摆入围，总算破回奖牌。这几次的入围给了我好大的鼓励，谢谢公视提供这样子多元的平台，所以让我们台湾的创作者有足够的空间伸展手脚。我说真的，我们需要的是舞台。这个奖对于我来说，它只是浮云而已。可是我好喜欢浮云啊，舒服。2010对演艺圈来讲是无平静的一年，电视上也放送影片追溯已经过身的艺人甲电视圈人士，有艺人刘真、三金影帝吴屏风，甲9岁雄雄过身的黄鸿升后备奖艺人麦可昂。这是终点站吗？确定？最后一步喽，拜拜。被叫做歌戏甘草国宝欢喜喜神的萧煌升，陈地如今年3月过身享受80岁，本届终身贡献奖颁予演员林义雄甲萧煌升。另外，最棒者甲小女养成记共款得到8项入围，最棒者摕4奖，小女养成记甲大家各得到3奖。记者综合报道。第55届金钟奖，公视台语台入围的节目主持人甲制作团队嘛出席典礼。今年有袂少得奖的人，拢用家己的母语来发表感言，互咱看到台湾有遐尼侪珍贵的语言。行伫红地毯，这是全台语制作的吉他课的节目，全家有智慧，特别穿着有台语正字的服装来参加金钟奖。我这是工人吼，心啦，嘿，这是台语的正字，嘿，甲大家多谢啦。会记哩哦，爱看阮全家有智慧，因为他教恁足侪台语的，不管是台语的正字，也是台语的讲法，阮拢会讲互恁听。50走80。另外，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的无输济把士，主持人嘛期待未来为着台语继续拼落去。我对我家己嘛有足侪感觉家己爱搁拍拼的所在啦，因为我台语无讲足练长的，足歹势，但是我是台湾囡仔因为就是安尼，更加我搁爱继续搁讲落安尼。入围的作品有各种语言的创作，有得奖者嘛伫舞台顶用母语发表感言，互咱看到台湾这片土地文化多样性。另外，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工作人员搁来喷酒精替麦克消毒，现场所有参与的人嘛拢挂喙罨，互典礼和防疫拢圆满顺利。记者杨淑晴、夏桂林台北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风甲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天气是湿搁凉。来看云图。今仔日中部以北甲北东部阳光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北部甲东北部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南部是维持多云，有西北风的情形。各地今仔日的温度较凉，早起上低温是伫咧新北市的富贵角19度。
后日的东北季风变弱，各地雨势会较少，气温嘛对咧回升。另外，西太平洋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形成，上紧可能伫今仔日会发展做轻度风台经鱼，暂时袂影响到台湾。接落来，这礼拜就是中秋连假，车流量预计会亲像过年初一遐尼济。行政院长苏贞昌就指示高速公路局，爱亲像天气预报同款，一天3遍伫面册预报连续假期上新的车路状况。看起来有淡薄歹势，高公局的路况预报员头一摆出场，无像英国跟那报路况，即马该配合导影片的资料，未来高公局会照气象局伫咧风台期间直播天气的方式，变换导影片，而且行叮当的方式来播送，预报连续假期的路况。提醒各位民众，在连续假期可以多使用公共运输，以达到既省时又省钱目的。是要再修饰一下，看要怎么样用比较浅显易懂的词汇告诉各位用路朋友，这样。以中秋假期来举例，逐天早起7点、10点，还有下晡4点，一天会伫咧面册直播上新的路况3摆。高公局都交通管制组经7个组员来担任路况预报员，最近开始试播，交通部协调气象局资深的气象预报员来现场指导，加因伊的撇步，要互路况预报甲天气预报同款生活化。眼神，我除了看媒体镜头以外，我会看在场的朋友，因为有时候朋友们可能对我们讲的东西是有点怀疑的，说表示我们传递出去的讯息不是那么清楚，那可能在下一章或者下用另一个文字再把它描述的更简单一些些。交通部长林佳龙坦白讲，这届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分析过去各地的低数据，交叉比对东部的订房率，估计各类热潮继续。预计连假的头一天甲第3天的车潮真多，可能甲过年的初一同款。伫这时阵推出路况预报的直播服务，就是希望大家当分流。我们是做最坏的打算，好，但做最好的努力啊。那当然是非常戒慎恐惧哈，因为确实是，尤其是国道5号哈，在苏花改通车之后啊，它平常的车流量就增加了2成啊。那在中秋连假这种4天的假期，其实车流是最多。另外，为了解决国道5号开车的状况，交通部证实，正在建立解析度更较清楚的设备，未来机器会当伫咧上紧的时间以内，辨识到速度较慢的车，而且公告伫咧资讯看板顶悬，互当事人知影讲家己的行车速度上慢。新措施上紧年底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苹果日报》。台铁伫火车顶加放洗手槽，但是却逼出几公号42列车，拢总有4个车帮，放伫咧便所内底洗手槽去互加料。列车人员发现洗手槽量减少，怀疑去互掺物件，已经报警处理。接落来看《联合报》。原本定伫咧年底出炉的劳保年金改革案，劳动部进行临时冻点，而且讲无具体改革的时间安排，互人烦恼会怎无消无息。劳团就呼吁爱尽早改革。上尾来看《中国时报》，明年度军工到员工的待遇，行政院已经核定无要调整，这是因为考虑到各地政府的财政收支，嘛因为疫情变特别预算、防疫等等的经费，互政府的财政压力是真沉重，所以就无要调整。这嘛是军工到连续3年无调整薪水。台北内湖一间无牌的安养中心火烧，造成3个老大人不幸过身，市府加强稽查。市长郭文哲昨就表示，搁伫内湖发现一间照顾机构无登记，已经要求业者爱停业，嘛甲住伫遮的老大人换所在安置。台北市内湖顶日一位无立案的安养中心发生火灾，互3个人无名。台北市政府答应讲会加强稽查。日台北市长郭文哲就宣布，搁伫内湖一个主题发现无立案的机构，虽命令伊停业，而且尚无处罚6万块以上，嘛甲内底老大人转移安置去其他的机构。民宅内有4名长者，3女1男居住其中，2名上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另外2位使用轮椅。经查是未立案的一个机构。台北市政府呼吁民众应该选择社会局列出来100间合法的养护机构，发现非法的机构，大家199来检举。不过台北市政府进行稽查非法机构，却因为无人来开门怎来结案。副市长黄珊珊表示，已经规定以后尚无爱追踪3改，必要时会请警察局联检。追踪3次还是无法处理的话，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请警察局以相关临检的方式。那有必要有及时处置的必要性的时候，我们也会依照行政执行法
对于住宅跟建筑物或其他处所的进入。若是新北市前一日掠到中和无照的安养中心，黄珊珊嘛加讲，平常时就知影最近才处罚，上北险啊出回青。别人会发生的事情，新北市绝对不会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检讨我们自己。我们也会主动查处，但是我要跟讲如果有发现说，这没有在上面的，而到营业事实，那就跟我们讲，我们再去查。上北伫咧长照的部分互相比拼，国务体强调讲，家己对市政拢有掌握，好尤其是讲家己做好上重要。针对违法的机构，会全力取缔诽谤令。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新冠病毒的疫情还咧滚价，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3280多万例，99万人死亡。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无增加病例，维持伫580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50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8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三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28万例，印度超过590万例，巴西超过468万例。欧洲的方面，西班牙超过73万例，英国超过43万例，法国超过55万例。新冠病毒的疫情也未受到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就算讲有放射周期，若是无定睛防疫，未来致病死亡的人数可能会增加到200万人。呼吁各国的政府就要防疫定睛。另外 ，WHO 嘛已经证实，台湾有加入 COVAX 的疫苗计划。新冠病毒疫情对去年底在中国头一摆爆发了后，到旧外个以来，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今仔日，确诊数已经总计到3200多万例，死亡人数更加要超过100万人。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出警告，未来死亡人数真有可能达到200万人，甚至是更加多。If we look at losing 1 million people in 9 months, and then we just look at the realities of getting vaccine out there in the next 9 months, there's the issue of scale up, there's the issue of funding these vaccines, there's the issue of distributing these vaccines, and then the issues of acceptance. 虽然这阵治疗方法改善，和致死率正在下降，不过莱恩强调，就算研发出有效疫苗，又无法度完全阻挡这个疫情。伊呼吁全球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加全面的行动来防堵病毒扩散。而随着秋冬季节来临，北半球真侪国家已经看到第二波新冠病毒兴起的情形了。We are seeing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right now an increasing trend in cases. And part of that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we have better surveillance. But what is worrying to us is an increase in hospitalizations and an increase in bed occupancy for hospitalizations and also in ICU. We haven't even started our flu season yet. So what we are worried about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se trends are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在这摆报告中，世卫组织除了证实台湾已经签约加入 COVAX 疫苗计划以外，也继续甲全球第二强权中国就疫苗研发也有着资金方面来进行协商，确保各个国家甲地区能更加快速公平来得到 COVID-19 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转来关心国内消息，这几个月，中共的军机一直来台湾海峡挑人，和国军的工课是真辛苦。总统蔡英文昨就去高雄慰问。发中秋的加菜金，感谢三军付出。另外，中国有一只情报船，自9月18就出现伫花莲的外海，咱的海军挖紧监控，这只情报船是一直到昨早起才离开。总统蔡英文日去高雄勉励空军第3后勤指挥部、陆军港训中心，还有海军水下作业大队。蔡总统表示，这几个单位平常时大家较无看，是国军内底无名英雄。各位都是英雄国军里面的无名英雄，大家辛苦了。我也要跟大家保证，国军守护国家，我也一定是各位最强的后盾。最近台海局势真紧张，国军兄弟的勤务拢真重。蔡总统接走部队来分加菜金，若是日头早起，中共军机连续第11天侵入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和空军公布距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空域，影响我飞安全，立即划转脱离。该空军起诉的行为嘛愈来愈猖獗，有中国民众连日捌翕到中国上先进的美装战机歼20，进驻泰国沿海的衢州机场。解
中国网友讲，这个机场离台湾仅500公里，暂时走到当地起飞到台湾顶，仅需要15分钟。另外一只中国情报船在10月开始就出现伫咧花莲外海，那就是侦测到最近中科院的飞弹射击。海军运输补给站是出现伫咧台东外海，中国的情报船伫26早起才脱离监控。国人同胞都知道，在蔡总统领导下，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坚守主权，寸土不让。国军对于台湾周边的情势都有密切掌握，请国人放心。针对中共军机侵扰的行为，美国军机嘛提关伫咧台海4颗位啊出现的频率。北京大学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推特平台26指出，美军是派 EP-31甲 P-8的侦察机伫咧南海出现，其中 EP-31侦察机离中国的海岸仅超88.5公里，搁一个超过美国军机对中国侦察上近距离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水保局台中分局逼出有公务员接受枪伤交替受殴死，目前牵涉到这件案件层级上介悬的姓杨的秘书，照贪污罪收押。另外5位公务员是以20万到60万交保，也若是敢有其他人员涉案，检调单位嘛正在追查当中。水保局台中分局的办公室内底，员工虽望正常伫上班，毋过气氛啊像无啥好，因为这个月初，台中检方指挥廉政署搜索水利局台中分局的办公室，甲官员住的所在。因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收受贿赂不正利益的部分，跟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另外还有5名公务员也涉嫌贪污罪嫌的部分，跟法院我们认为没有羁押的必要来做交保的处分。检方表示，目前涉案层级上悬的是姓杨的秘书，因为涉嫌重大，佮加上有串证的记录，检方向法院申请扣押得到核准。另外，包括涉任的前科长等等5位有公务员身份，是以20万至6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这个案件起因是检方接到检举，原本涉任的前科长甲厂商有无正当的利益往来，包括食花酒甲接受性交替，一年要到60-70届。若是层级判甲姓杨的秘书甲其他科长涉嫌不当往来，了后伫咧应该爱闭关的水土保持工程，涉嫌放目多例厂商。水保局台中分局嘛证实，除了启动警方调查，嘛甲涉案的人员调集记告。60几个案子，几乎牵扯的到目前为止，有接受约谈的这个包括设计建造的顾问公司，或者是相关的施工厂商。都有所以没有说特定1家或2家，或者是特定某一家的这个厂商。水保局台中分局表示，涉案的人员已经处罚嘛调解，嘛要求针对下游的厂商甲人员袂当有不当的接触，若是检调嘛继续向顶悬来追查，感受更较悬的层级，或者是相关公务人员涉案，拢搁爱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屏东县保七总队第8大队进行在巡逻时，发现有民众甲寄生仔钱、甲酸蚵搭照早走，依照规定罚3000块。生态专家就表示，若是寄生仔找无适合的螺仔壳，就用粪扫来做厝，影响到生态，呼吁民众莫去捡螺仔壳，嘛莫搁买寄生仔来饲。你唔知影遮袂当捡这嘛？你还搁要甲捡起来？真侪寄生仔甲是地白色酸蚵搭蕉，拢互即个穿白衫查甫人捡来放伫冰桶内底，准备对垦丁后壁湖来提走，无想到家己已经违法了。当场依违反国家公园法第13条第2款填制调查记录单，移请国家公园管理处裁罚。这盗采事件发生伫18，这姓王民众互巡逻警察查来，甲这30只寄生仔放生，酸蚵搭放等于原来的所在，也被开告罚单，互垦管处裁罚3000块。不过保育人士认为，应该修法提悬罚则，才靠法度来阻止。刑责当然是太轻了，国家公园法就裁罚3000块而已，一个成额了啦。地域线如果野外没有壳的话，确实就会导致它去做一些比较不适合的掩蔽物，比如说瓶盖、垃圾，甚至一些果实的果壳。非螺壳以外的掩体之后，他们可能就会没办法正常的求偶交配、释放幼苗。生态专家表示，掠遮侪寄生仔，可能是要摕去夜市卖，也是替饲的寄生仔换较好的壳。呼吁民众卖买寄生仔这类壳，若无需求就袂盗采，并且对教育做起，互民众拢有生态保育观念。记者综合报道。台湾2021年正式开放中国学生来台湾了后，中国学生的数量是稳定成长。
但是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4月中国就宣布讲，除了已经伫台湾读册的中国学生，暂停其他学生来台湾。伫属台湾的研究所的中国学生是欠真济。8月24日，教育部将宣布，所有大陆生、学位生应入境。清代朴素班的小草，经过将近1个月等待，将在23到台湾。伫个防疫旅馆待11天了后，就开始伫台湾的第8年学习生活。就是习惯了，其实像我这样回大陆蛮不习惯，因为那个什么论文格式啊要求，甚至我这个专业的设置都不太好回去。早就尽管是台湾的生活甲学术养成，不过小草讲，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厝内底人已经提醒几若摆，紧毕业啊，过来啊。而大陆方面4月宣布暂停今年大陆生来台湾就读，更加影响新学年硕士朴素班招生。大陆生连将会统计108学年度公私立大学硕士班54个缺，109学年548个。朴素班去年6个人，今年是297人。水怎么变少了？把源头那里塞住了啊，不让水流下来，当然会变少，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外力介入就是变得很正常。正招收已经伫台湾就读，而且有意愿升读的大陆生。以兵团大学来讲，朴素班核定7个人收1个人，硕士班17个人收15个人，已经算袂歹。主任秘书范中元讲，大陆生研究生减少，对大学研究能力有影响。我们这一次整个的学校的国际化进程应该是大有帮助。就是陆生这一块啊，那当然因为环境的关系，很可惜啦。陆生招生名额由对方决定，大学这边指出，招生开受政治因素影响，将其他两方关系和缓，大环境变好，进前所拍基础则未消耗了。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俄罗斯上界出名的芭蕾港歌剧剧院破小瓦剧院，因为防疫关6个月了后重新开门，用维瓦蒂的歌剧作品《唐卡洛帕》头阵，展开第245届表演季。但是照新的防疫规定，仅会当坐50成的观众。伫上个届真出名的红仔某安娜涅翠科甲尤西夫伊娃佐夫，出来伫莫斯科破小瓦剧院，同齐演出的歌剧《唐卡诺》是第245届表演季的开场乐曲。当年9月到过当年6月是破小瓦表演季，今年受疫情的影响，剧院因为大封锁，伫3月17关门，半年的票房收入就损失差不多是1300万美金。И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появилась та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 слава Богу, что театр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вообще-то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первых. Пожелаем всем нам удачи, всем быть здоровыми, чтобы это все прошло с большим успехом и破小瓦剧场的观众是有2200位，每一场表演的门票伫文化娱乐市场拢真抢市，差不多逐场拢客满。即马要遵守着防疫安全社交距离，敢若使坐一半的人，观众拢得挂喙烟才使入去，门口嘛都要放体温，超过37度半都袂使入去看。Я бы даже, если серьезно, попросил бы зрителей кричать чуть-чуть больше и аплодировать чуть-чуть больше, хотя бы за тех недостающих зрителей,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отсутствовать в зрительном зале. 伫大封锁期间无法度正常排练的舞者，嘛坦诚讲，伫要演出进前，因得较拍拼，互身躯恢复常态。Поэтому выходить было тяжелее, это заняло больше времени. Мы начал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сначала только классы, затем добавились репетиции. И сейчас, опять же, дольше тот период, когда мы только готовим спектакль, не вынося его на сцену. 全世界一粒破小瓦芭蕾舞团，今年的节目是要以着舞剧《唐吉诃德》拍头阵。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是中部以北甲东部规天拢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北部甲东北部甚至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南部是维持多云有西北风的情形。后日东北季风变弱，各地雨势嘛较小，气温嘛对咧回升。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20度到24度，中部地区是24度到29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东
东部地区是21度到29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8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工厂的女工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大功臣，但是有偌济人知影因背后的辛苦。好戏值得你斟酌来欣赏，互咱就女工有关的角度来看因安怎改变运命，创造奇迹。总经理，快去工作啊！如果有什么意见要反映的话，直接跟黄厂长报告就好。你家嘞9月初6至9月27，逐礼拜日暗时8点，奇迹的女儿就伫公司台语台。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的秘书啦。咱今仔日要讲会当互咱增加更较水的胭脂水粉。胭脂水粉汉字写作胭脂水粉，罗马字写作伊烟烟、滋伊滋、滋味水、好运粉。胭甲脂拢是第一条，水甲粉拢是第二条。胭脂是古早时的口红，点一寡伫嘴唇，人看起来较有元气，嘛较水。看你是要菱果红、气泡红、红包红的色，拢会使哦。水粉咧抹时，就温和小看淡淡，粉才会调。所以叫水粉，薄薄的、酸塌塌的，面看起来就较白，看起来皮肤嘛较好。天气热，酸较袂调，面阁会流汗流甲油腻咧。这时阵吼，用这碰粉就会较好势。碰粉嘛叫做芳粉，新竹的芳粉吼真出名，所以嘛有人直接甲叫做新竹粉。现代人化妆的技师愈来愈多，洗面了后就要先用化妆水，甲面打打的，高高的库里姆，薄薄啊，甲抹一圆，过来抹二霜、隔二霜，刷落来画白白，上眼妆，入目睭毛。出门进前拢爱西装打扮真久。俗语讲：照水水无彩，人水水来财。虽然西装打扮会当互人对咱的印象加分，不过上重要的也是爱做善良的人，存好心，做好代。这款对心内表现出来的水，更较互人感动哦。六、胭脂水粉、碰粉、芳粉。日霜、隔二霜、入目睭毛，照水水无彩，人水水来财。我胭脂水粉装头好好势，甲你看嘛欢喜。今仔日大家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司第一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